后来，这个立法院来进行着总预算的表决大战，希望会当伫明仔载会期结束进前完成所有的表决。头一个表决的是内政委员会提案，像讲行政院行政的支出50万，甲行政院70派业务费用，纳倍就联手通过甲冻结。再去行政院长杜英泰嘛率领着内阁团队来举行着记者会，再一次甲在野党的立委来话话，爱理性来监督。车案都会先讲，要不要整理一下？对，我们照顺序来嘛。从预算案重头戏，议会开始一个表决，不过议场内底侪声音，因为那边有共识为半暝开始协商，将728案抬到400多案，就惊处理袂完。不过万领提案、万领精神保障名顺势进乱。民进党党团车案我们就不予处理。立法院会长江启臣有几摆主持管规矩，嘛是无采讲。看行政业务费、行政支出、各政务费员人事费用，拢去提调，而且表决通过。真侪民进党立委拢去甲长期的主席大抗议，毕竟时间真赶表，明仔载特别休会，就惊审未完。民进党团宣告将提案全部提案。在今年总预算，即使扣掉了3减数，手上还有2兆9千亿。卓荣泰内阁不思解决问题，面对问题。现在黄国昌跟傅昆萁正在密会，是不是蓝白要针对目前列在账上的726案，还要做什么样的浓缩？要持续的来背个政府施政。民进党团嘛预告，恐今日20点钟从马拉松式表决，只不过国民党团讲，爱伫咧无定候表决和拖延技术的前提之下，才有可能顺利扣尾盘。虽然已经提真侪案，不过包含冻结监监国税预算18亿，各引起风波的立委陈玉婷提案3度文化部预算顶顶，让爱国紧急表决。我也删了很多。我提案子最重要是我要求，而且这个已经礼拜5就通过了。我要求所有的广宣费用、媒宣费用，单一媒体的相关企业不能拿超过5%。总统府国务机要费等等被无理的删除、非理性的对待，也请国会在野党团能够审慎的倾听民意。从预算审查并休会前商讨，恐惊有当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